你知唔知小年糕仲有一個花名係乜嘢啊？答案係壽星公啊，因為佢額頭比例其實係比較長嘅，視覺上佢佔咗面部係比較多嘅。坊間有整容醫生話咧，可能佢做過填充嘅，我覺得可能唔係咯，因為最近你見到佢改咗髮型啊，留咗劈音咧，去遮住佢嘅額頭啊。你試諗下，如果佢真係老咗有抬頭紋，真係小年糕變壽星公啊！但係點樣防止有抬頭紋呢？如果你問好多嘅醫美醫生嘅話，佢通常都會話俾你聽，最有效嘅方法就係射頻 RF、HIFU 或者 Thermage 呢啲能量型嘅治療。對緊緻咧膠原蛋白嘅刺激係非常之明顯嘅。但係如果唔想咁頻繁去做醫美，喺屋企點樣維穩呢？嗱，我哋做咗30幾年嘅美容產品，家用美容儀最有用嘅技術就係射頻，係沒有之一嘅。但係射頻唔係有熱就得嘅，頻率同埋波形係非常之關鍵嘅。我哋研究可以見到1 MHz 1兆赫呢個頻率係已經有非常豐富嘅臨床實驗係有效嘅波段，而且我哋為咗 maximize 佢哋嘅效果 ，PG Timeless 嘅波形咧，我哋設計成方形嘅，比一般其他嘅儀器波形係更加長嘅高峰值時間。換句人話嚟講咧，係更加有效率嘅。Timeless 咧係有40幾位嘅香港醫護人員做咗臨床測試，90%嘅人員係認為臉部用完之後係更加緊緻嘅。如果你都想了解多啲 Timeless 嘅話咧，可以撳以下嘅連結了解多啲，或者咧你可以 follow我哋，話俾我哋聽你下一個想分析嘅明星係邊個。